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干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讲到最近，大家上关心讲，阮厝的囡仔有通去读幼儿园无？幼儿园欠老师变做新闻，啊，阁有公立的无人注册，无人问，偏偏嘛有人伫厝内囡仔排队注册排甲长。国家好心讲要甲你补贴足侪钱银呐，是毋是人？是毋是讲啊？人心食甲碰风，阁歹胃肠。今仔日爱来好好来讨论。首先，小介绍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来自高雄阳明之家非营利幼儿园的园长余美兰园长。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余美兰。那么第二位是京新专校幼保科助理教授兼主任赖美民。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全国教保产业工会理事郭明旭郭理事。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呢，咱来看这个新闻啊。小主化这边讲，大家都知影真严重。除了生育的补助，嘛传出了讲幼教欠工的这个问题。政府为着要去照顾，而且教育人力来个留条，对着今年开始，托育人员的薪水嘛对28000，要起到35000块。台湾出生率全球排上尾名，少囝化已经是国安危机。中央地方拢咧找鼓励幼囝的各种解放。台北市政府最近阁宣布提悬幼囝补助，头一梯对原本的2万块提悬到4万，会是全国上悬。不离个提悬幼囝补助，敢真正会当增加民众幼囝的意愿？不会耶，毕竟一开始只有4万嘛，但是后续的花费还是一笔蛮大的。不会。为什么不会？重点是后面养育啊，不是一开始的那个津贴这样子。问题明显毋若生遐尔简单，幼囝拄着的问题搁较侪。亲像下班赶去接囡仔，相信是袂少父母甜蜜的噩梦。像台北的地小姐，就爱赶去小学接大汉的，煞落搁去私立托儿所接细汉的。伊当然希望2个囡仔会当共学校接送，但是台北市的公立幼稚园就是恶抽，接送时间嘛无法度满足家长的需求。像明年我们2岁要去抽公幼，那个又是一个生死战，所以我今年就开始在研究要登记哪一家，对，要登记哪一家比较容易有机会这样子。袂少民众认为，就算提悬补助，托育政策若无对着阵，少囝化问题也是歹解。为着减轻家长负担，教育部扩大幼儿托育公共化，不离个幼教人力煞无对例增加，出现欠工的问题。2022年，台湾出世婴仔的数量也创战后上低，看起来政府阁爱好好思考，安怎才会当互少年人愿意生，免阁一间大家双头啼。记者综合报道。咱首先吼，请到3位吼，也有教授，也有园长，也有这个理事吼。你毋通讲这个代志甲恁兜无关系吼，其实是国安问题啦。吼，大家拢知影讲哦，这小主化是国安问题，对着未来20年后吼，台湾的这个人力水准吼，甚至无人通做兵，吼，这款代志就会发生哦。所以呢，第一，咱要来讨论讲，公立的托幼这个幼儿园啊，既然讲无人注册，但是事实上咱来看这个图表啊，看到这个全国的统计吼，幼保人员吼，含园长啊，算到阵吼，58000外人啊。那依照着讲这个师生比吼，讲差不多咱比现状来讲啦，吼，一个通教15个啦，啊来。吼，来乘啊15，应该差不多将近，吼，那扣掉园长啦，我有通算过，差不多60几万人。啊，一年吼，咱会当服务2岁到5岁嘛，吼，差不多4个站处，一年差不多17万人，咱来算，差不多68万人。啊，扣掉讲有诶袂送去幼儿园诶吼，照理讲，这个人数算量来讲，应该是100，吼。
可能有欠，但是一摆一摆。但是这个情形既然会发生，尤其最近佫开始讲，哦，政府了开真侪钱要来准公托，吼，准公托啊，做了真侪啊，那会无够啊，唔对？我感觉吼，准公托吼，毋是一个问题啊。问题是讲吼，对老师来讲，对家长来讲是敢是真有需要。哦，这头一个问题有需要无需要？这安怎讲起呢？啊，问题就讲吼，你幼稚园的这种制度来讲，有当下对老师是不利的。包括伊福利来讲啊，无一定是好的。啊，虽然讲吼，你有3万外块会使讲会使摕，啊，真正伫你裤底啊，真正有3万外块嘛。嘿，有当时吼，私立的业者会来扣钱啦，还是讲吼，你也低倒来爱甲扣钱啊，物件安怎嘛爱来用扣钱，到尾到伫你的老师的裤底啊，真正无遐济钱通摕。所以头早咱咧讲哦，这个好代志哦，去一个加薪，事实上无一定放伫落底啊内面。无应该是讲吼，无一定伫老师的身。所以有迄个惯老板就对啊。惯老板哦，我唔知影，敢是真惯老板啊，还是讲吼，有当时吼，迄钱应该用伫对的所在，是用伫囡仔的所在，用伫老师的所在，用伫这园的所在，毋是伫头家的裤底内底啦。老师，你讲这真大吼，这个代志，咱来缩小来看，讲头一个，即摆毋是真成立真济这个准公托吼，以阮处理，阮迄只2岁8个月，要来边仔这国小要来等这个公托，歹势，等无，吼，佫较扩大者，要找个较远的，歹势，你搁来排班，再搁扩大者，无吼，看头塞车走15分会到的所在，用过啊，考验啊，看说哦，有一间拄好找着，一摆一摆剩一个哦，你爱考虑3工哦，你若3工无，我是要让别人哦。安怎会讲公托无人读？这是安怎一回事？老师，你安怎解决？你是安怎解说？阮是台北市啦，吼，你会当讲阮天龙啦。这是安怎一回事？是无平均，还是讲无条文？安怎一回事？我感觉这吼，无咱请另外一个来讲看卖啊。主要一个问题，咱都知影讲吼，读幼儿园是2岁到6岁，但是2岁叫做2岁的专班，2岁的专班的师生比无共，1比8。1比8，所以一个教室内底16个囡仔尔，但是3岁以上会使到30个囡仔。那伊的条件、伊的设备拢爱无共，所以即摆问题是2岁专班较少，数量伤少。数量伤少，所以咱唔通甲人讲，政府已经有即个落钱落去，安尼都大家都拍破啊。这内面还佫真侪幼稚的代志。是。但是安怎即个准公托？佫无人通注册，咱有讲啊，真侪即个公托都无人注册，这是安怎？有诶抢，有诶无抢安尼。我有了解一寡家长的迄啦吼，是毋是啊？可能是因为公托的话，甲伊的头路来讲，公托有寒假暑假。伊的寒假暑假可能伊的工作来讲，无法度找到人帮忙1、2个月，还是1个月的时间。所以政府无法度通解决讲，你公托你就爱无寒暑假，像阮读即个民间的吼，那阮唔知啊，头一摆就问讲，歹势寒假是伫当时开始，讲无哦，阮无寒假，就好，无寒假，所以公立的拢有寒暑假。但是有部分的有开放啦，开放讲吼寒暑假有一寡囡仔会使来，安尼啊。所以，这个制度上有通好做改进无？郭理事，我感觉是改进，就看讲教育部有想要去做这件代志无啦。其实即马南部嘛是足侪地方政府希望这个公立幼稚园伊会当伫迄4点以后，会当就是课后延拖啦，延长伊的时间啦。问题就是因为伊延长的时间，伊的加班费较贵。因为伊会牵涉到老师的薪水嘛，那安尼公立幼稚园的老师的薪水是悬的，所以你甲变成一个比如讲伊的钟点费来讲，伊的薪水，伊的延托的加班费是较悬的，对啊，这个问题就讲，你有可能逐日若要延托
一个月落来，你可能你的研讨费可能会2万块拢到3万块拢有可能啊。系啊，对啊，因为公立学校的幼稚园老师的迄个时间是较宝贵，较宝贵，伊的薪水较悬啦。好啊，所以伊的研讨费就较悬啦。即个问园长哦，恁的时间较宝贵，所以若是研讨对家长来讲袂好，是毋是安尼讲？啊，我是伫非营利无讲。吼，如果无讲，咱来甲观众朋友所解释一下吼，即公托甲即个非盈利的，即个分别是在哪里？哦，阮的迄种时间吼，看非营利看公托无共款啦。简单讲，恁较俗。无，毋是讲较俗，俗嘛是有好的品质的。嘿，啊，因为因4点就下课啊，可是阮会使延拖到6点外，会使配合家长的上班时间。嘿，啊，所以嘛无寒暑假，阮上济就是5天的停托日尔。嘿，对，啊，所以有的家长就感觉，时间无啥共，啊，费用阁嘛无共，嘿，虽然讲拖比阮俗一点点啊，可是呢，伊的时间较短，啊，但是因为这是拢是双薪家庭，大家拢上班，无可能4点就下课啊，无可能4点就来啊，拢是迄种阿公阿妈来带的较济啊，啊，问题阮非营利就会考虑伫讲，大家的需求无啥共，嘿。有的家长吼可能5点下班，可是阮会使5点到6点的延拖，就会使来照顾遐囡仔，还是放心的这种上班啊，然后还有阮来遮托育安尼，所以阮的品质无讲好俗就歹哦。是，咱先互观众朋友吼，即个厝里还佫无细汉囡仔的吼，互一个概念吼，啊嘛少年囡仔你嘛爱斟酌听吼，你马上来面对即种问题哦，请教授吼，甲咱小解说一下吼，公立的、非盈利的。啊，甲准公共化的，啊，甲私立的，这4项，这有啥物差别伫？哦，第一项就是阮公立的，拢是国家设立的，所以内底的有教师，吼，拢是公务人员啦，吼。当然，即摆佫有教保教保员啦，吼。啊，过来就是非营利的，非营利是政府出所在出社费，吼，啊，互阮的一寡非营利的一寡法人去标着了，伊来经营，吼。啊，过来第3种叫做私立的，吼，我先莫讲准公共，讲私立的，吼，啊，私立当然就是私人的开发的，吼。过来有一种新的叫准公共的，准公共就是私人的单位，但是咧，伊会使加入国家的制度，吼，比如讲，互老师的薪水，吼，啊，家长的一寡收费，吼，政府所管理安尼，吼，啊，政府嘛会补助因钱哦。哦。啊，嘛补助。因咧学费以外的，啊家长交的以外补助，吼，所以伊4种拢无共，啊4种的收费嘛拢无共哦。是，4种收费拢无共。拢无共。啊，但是在经营上、对象上，拢共款，拢是收2岁到6岁的左右嘛，吼。啊，在即个头拄，但是园长头仔有讲哦，讲真侪即个。准公共化或者是公托内面，因的服务较无法条文，敢是安尼？会当安尼来收吗？公立的甲准公共吗？比如讲，伊头仔讲非盈利的，非盈利的人伊有延托，啊，你若是公共化的，即个公立的，因为老师的即个薪水较悬，吼，所以延托的时阵较贵，敢是安尼？我的理解是安尼啦吼，公立的内底有一寡教师是公务人员，但是教保员，伊是劳保的，吼啊，所以4点以后教保员会使来做延托，因为伊甲有迄所谓的加班费，公务人员无加班费这项代志啦，吼啊，过来就是伊嘛有迄课后托育照顾班啊，吼课后的照顾班，迄嘛会使请一寡人，即摆嘛有一寡有人有迄资格，阮的学生嘛做个毕业去摕这课后照顾员的资格。会使去伫国小内底，因若讲有甲这要延托的囡仔结合起来，啊，佮请阮这有迄课后照顾员的资格学生啊去照顾安尼。所以教授，他园长3位他讲起来，其实什么代志、什么问题，其实拢找有方法通好来处理。我是安尼感觉的。好，拢有方式通好处理，但是是安怎会出现讲，啊有的公托排定排甲足久的，啊无通好读，啊有的呢，却找无人，招无学生，甚至咱今仔日一开始咧讲的讲，找无老师，找无老师，教授恁找无老师这件代志，尤其恁教出来的学生，是，敢有伫教学现场的，咱看到一个数字，敢1/3，真正咧教学现场安尼啊，
是安怎大家都无爱从事这个行业？应该讲吼，这种看规学校无共，吼，看幼儿园无共，吼，这种影响啦，吼。即摆有一寡学校出来的囡仔吼，就是真正甲无想要去教保的现场啦，因为即摆人对教保现场的一个社会观感，也是讲薪水这拢影响，也是讲工作内容吼。啊，有的学校像阮学校吼更新出来的话，日间部8成5去幼儿园甲托婴中心。哦，嘛是爱看学校，爱看学校，爱看学校，嘿，有多甲少有差但是别。平均来看是1/3才有咧参与到这个教学现场。嘿嘿，啊1/3可能因为算甲，毋是讲毕业1年啊，毕业的第2年。是。有的第1年有进入热身期啊。吼。是啊，郭老师，这人力的不足，这是事实哦。熟悉啦。吼，这事实。对。你的观察是安怎？咱现在来问园长，你先讲。咱的。到底这幼稚园的老师的劳工，或者劳工伊的劳动条件好唔好，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啦。吼，普遍来讲是唔好。唔好啊！阮正经是有做过一个资料嘛。你也看就是阮2010年到2020年来看，其实你也看，其实老师的平均薪水拢伫咧2万1到2万3嘛，拢伫咧最低薪资价2万1到2万4啊。到2020年较悬，较2万9，吼是安那？因为开始有准公共化，啊，因为伊有设老师上少爱2万9的这个标准嘛，吼啊，所以伊就甲这个薪水提高啊。啊，毋过2万9你也看，下骹伊爱做偌久，普遍拢爱9点钟以上啊。无，这一定甲迄个按这个中昼的时间，甲伊切掉啊，爱普遍你看9点3点钟，9点3点钟。中昼无通休困吼。真歹。阮的调查5%拢无休困，5%以上拢无休困啊。嘿，足恶。嘿，啊，然后你也看，有43.7%的老师甲伊讲，伊拢10点钟以上，这足普遍。伫咧私立的幼稚园是一个足普遍，所以你也想29000，这按用3万好啊，3万做10点钟，你要做吗？你一入去幼稚园，你就派你上无爱派15个囡仔的责任呢？啊，这个15个囡仔责任后壁佫爱佫带4个，按用4个就阿公阿嬷、爸爸妈妈4个大人的什么的情绪。所以老师按你7点入去到下晡6点，伊的情绪，这个压力是一定不断在普遍在有真案，有真案对无？唔对，有真案，迄压力足悬嘛。啊，问题是你讲3万块，主持人你要做嘛？哦，3万块，但是我少年囡仔，可能头1年的爱囡仔吼会去，第2年可能就挡袂掉。啊，阮这个调查的老师的普遍的年资是10档的。会当安尼挡10档。10档会3万块的薪水，安尼你袂无？啊，你是当然袂哦。对啊，我捌一个老师啊，伊嘛是做第1档了，伊就出去50人啦。我讲啊，你现在要去50人？伊讲你啊看，我伫咧一个私立幼稚园嘛是会26000啊，我去50人嘛会26000啊。啊，我拢10点钟啊，我伫50人，我只要去即个就是要买茶的人是要围堂，还是要扫冰多冰，我只要记这就好啊。我免带责任呢。毋过我伫咧幼稚园，我爱带15个囡仔责任呢。啊，按日透早7点到下暗10点呢。啊，尤其即摆私立幼稚园佫足小摊的，为着利润嘛，伊拢会超收啊，加收囡仔嘛。所以一个老师可能毋是干那带15个人，可能一个老师讲带20岁、25岁呢。啊，这个情绪的压力，当然老师嘛挡袂掉啊。3万块，啊，莫讲3万块，3万5你敢要做？3万5我嘛是喊爱想看卖哦。对啊，所以你用安尼想嘛。啊，但是这个长期性的，咱看的这是长期性的加薪嘛，吼。对。这长期性的加薪，这是安怎来造成的？这是安怎来造成的？因为照你讲，即摆大家需求真重啊，这个要来读，但是对着家长来讲，哦，我一个月我嘛是纳真侪钱啦，纳到走若私立的纳到2万外。外的足济，啊，佮收一寡什么在艺课，什么有诶无诶，
啊，钱是落去倒位去？是长期性、结构性，即个邮件还是幼儿园，在即个头家拢歹心情，所以大家薪水拢摕袂悬，还是即个市场来所致？园长，你的观察？我感觉是无项重视这个行业吧。这个行业虽然吼足重要的，大家讲吼无囡仔就无老师，无老师就无遮囡仔。可是阮的身份地位就是共款遐尼低着，对。所以2万外块，迄当阵我出来吧才19,000块尔，对啊。你讲的10小时算啥？我当时用4月先吧12小时呢。哦，你嘛有拄着冠老板去？啊，无我想要来飞因你，对啊。啊，问题是讲吼，你讲1:15，啊，当用那个4月的操作，我当中1:32，你敢有想过？啊，我薪水嘛是2万外块尔哦，无到3万哦。1:32。是啊。啊，迄是要安怎过？然后讲吼，这又你讲吼啊，你是幼稚园老师哦，恁个做好囝呢，因为恁的学费遮悬着，问题无呢，我当2万外块尔。啊，大家拢总讲阮做好囝的，总有趁出多，因为恁拢交足侪钱的，可是无。无伫阮的遮，对。所以在这个整个薪水结构内面，老师所提这个薪水，可能是阮纳的这个学位内面真少一部分啦。差不多啦，差不多。因为一个要顾15个啊。你想讲，阮的薪水好，算3万好啊，你交偌济钱？哦，这安尼。你差不多一个囡仔，就使交阮一个老师的薪水啊。其他拢加赚的。我无讲哦。其他拢加赚的。教授，你长期性来观察这个生态，是安怎来造成这种除了社会无重视，但即摆社会拢足重视的啊。哦，政府也补助啊，哦，应该啊，政府也来提升这个薪水啊。是安怎啊？个3万桶安尼。因为吼，咱拢讲吼，老师吼价愈悬，薪水愈悬，但是价愈低，哦，愈忝，愈需要专业。吼，像阮大学老师教1、2科就好啊，但幼稚园吼800种拢爱会晓，足辛苦吼。啊，啥若是安尼呢？大家家长重视的无一定是老师的资格，吼，伊重视的是幼稚园嘛。入去了后，人会甲你讲内底教啥，内底设备是啥，这拢是幼稚园你要选择的一个原因。但是较少人去重视讲我的囝是啥物老师教的，这老师的资格是啥？有啦，会看啦，但是可能是看到上后尾啦，上后尾才来看啦。先检查讲哦，内面这厨房安怎啦？啊有操场无啦？吼，啊空间如此安怎啦？啊再来讲，这老师看起来有亲切无亲切？你看重点是有亲切无亲切。吼，唔是讲这因为咱唔知，咱头一摆接触，咱嘛唔知讲伊专业无专业，无人替咱来检查讲，你看我这个5000级的老师。或者是讲，咱即样看这个图表吼，这个图表有第1级，1级到20级，吼，啊，这个有专科的，有学士的，也有硕士以上的，吼，安尼算这个薪水，嘛是加是安尼啊，因为并无一个评鉴的这个制度，伊提出来互咱来看吼，你看我连续17年拢摕这个书夺奖，幼稚园内面敢有这种物件？有一种物件就是吼，瑞林每一间幼稚园，我有去用规定讲吼，幼稚园门口一定要打每一个老师的学经历甲资格。嘿啊，上尤其是私立的吼，爱看真正有这个老师无安尼啊。敢若加是安尼嘛吼，是安尼，无对老师做评鉴这种物件。无。嘛无嘛吼，所以第一，咱睇落看吼，老师的薪水长期性、结构性就无合理吼。啊，这是要安怎提升呢？桂律师，你感觉？唯一提升的方法就是国家的角色爱出来啊，国家的角色爱落去做幼稚园啊，公立幼稚园，也是安尼讲的非营利幼稚园。阮普通家讲叫做公共化的幼稚园啦。因为你在讲的大家这个问题是一个足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就是讲因为台湾的私立，伊的私立幼稚园有70%，所以伊是商业化。啊，商业化会产生一个问题，其实无钱的所在就无商业化嘛，无钱的所在袂当趁钱，幼稚园就袂当过去啊，伊就袂去遐设幼稚园啊。所以那一正的囡仔要去倒读，吼啊，反过来就是讲，你即马伫个市区嘛是相共啊，对于愈会当趁到钱的，
遐个社经，对社经地位愈悬呢，对毋对？好个幼稚园拢会伫咧遐。吼，啊，问题是，这就是一个足大个问题，就是讲老师是安那袂当入来，因为老师伫即个市场的即个结构里内底，伊拢是就是薪水就是低嘛，伊安那换拢是伫即个结构内底啊，所以咧，伊其实安那换来换去拢相共啊，所以伊只有离开，敢若离开会当尔啊，所以伊市场啊，伊即满规个整体的迄个幼保环境来讲，伊对老师是不友善的，伊安那换拢是不友善的啊，所以咧是安那民间团体会呼吁政府应该爱搁用较大的心力，还是心思去做公共化的幼稚园的问题，就伫咧遮，因为小共的收费是安那非营利幼稚园会当做会起来，啊，非营利幼稚园会当有70%的学费，互老师做薪水，对啊。问题私立幼稚园伊敢要会70%，会50%的都足少。你说你意思是讲，因的学生囡仔所交的学费70%拢用伫老师的薪水。是。啊，所以恁的薪水有较悬，园长恁摕的薪水有较悬。差不多就安尼，嘿，这就是非营利的薪水啊。非营利的薪水嘛，对啊。咱看到哦，譬如讲，你若是就是迄种刚毕业的学生，就使摕37000外到38000啊。37000外到38000之间。好，这头一级。对。啊，那譬如讲，若做5年的老师，差不多到。因为伊有一个考核的制度啦，伊所以吼，伊逐档吼，伊你若表现好，也是讲吼，你有拢配，你也是讲，是种为伫学校的囡仔。课程的迄种安排上，然后呢，迄种应该是安怎讲啦？这边安讲较好咧，有一个考核制度的对啊，就是讲。所以嘛是有考，嘛有通考查讲在，你已经有通升级啊。对啊，家庭的个有啦。对啊。尽心。对，就伊就尽心，就是讲吼，为第1级到第2级到第3级安尼，所以吼你逐档的薪水是在增加的啦，对。啊，所以变成讲吼，虽然吼阮看起来安尼薪水足侪，可是吼逐个老师足忝的，因为阮是无课本的。我无像外口有啥物代办费、材料费拢无，老师是要家己修课程的，对。啊，所以伫非营利的老师是，我拢讲足辛苦的，对。对。啊，所以我感觉伊摕这薪水较算少的。啊，佫算少。对。对，互你讲较济。来，譬如讲吼，一个老师，我是歹势问园长，你是伫倒一级啦？吼，若是一个老师做10年，伊应该正常来讲，伊若佫有心啊，佫认真，伊差不多应该是第几级？安尼讲好啊，如果你为第1级开始好啊，你逐档的迄种表现拢袂歹，考核拢有通过的话，你就是往下一级嘛。啊，你一档考好一届啊，啊，你就到第10级啊。第10级，哇，第10级，伊就有通啊，伊若是学士。大学毕业就通啊4万倍，但是工作时间嘛是9点钟，无8小时。8小时。中午到会使休困1小时。哇，所以这个非盈利的这个应该是政府爱大力来推广。因为阮是还政府监督的啊，安怎讲？因为互伊就是家长上好，家长烦恼的代志，拢帮伊先想好啊。哦。你讲较具体，就是讲吼，家长吼烦恼师资问题，所以阮的师资是含种还政府规定的，一定要合格，无乌白的老师，对。然后时间嘛是，然后阮所用的任何一块钱拢是政府规定的，会来审查的，所以阮会计师会来看阮的小，所以阮袂使白开钱的，就算一科6期吧，甲囡仔扣开呢，对。啊，所以讲吼变成讲吼，政府拢帮恁保管好啊。你就免烦恼，刚好你律师又拄到迄超收啦，然后老师是黑牌的这种问题，伫非营利是看无到的。咱头仔讲也有一个主题，就是讲这个准公托，吼，准公立的甲非营利之间，尤其即摆政府开始咧推塞，大力咧推塞啊。咱头仔有看到讲这个比例吼，咱来看这张。这个准公共化吼，1859间，吼，非营利的才351间，吼，这是安怎的差遮济着教授？像我头仔讲，这几个啊幼稚园的差别啦，吼，非营利伊是政府爱去找所在，
比如讲，即摆国小也是国中，有一寡教室无利用，吼，来整理你会变做幼稚园安尼，吼，但是准公共是私立的，伊愿意加入，愿意互政府，吼，讲对你的师资，也是讲对你的薪水，对你的一寡收费来检查，安尼就好啊。所以两个有差别，所以这是私立的去转的。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咱甲观众朋友吼先来解说一下吼，这个非盈利的。非盈利的，就是讲政府爱家己清找所在，敢若 BOT 共款。对。哦，我先校舍先找好，整理好，恁经营团队才入来经营。对。哦，但是你一切的规矩爱照我的规矩，我要甲你考察。对。这是非盈利的。对。若是准公共化的，就是讲你要来倒插的，你若是本来是民间的，来倒插的，你就赶紧来，我有你补助。但是这当中就是准公共化咧经营的时阵，是毋是嘛比较着非盈利来甲考察呢？敢有？无，无，嘿，并无。哪有这种差别？大细汉差侪？我嘛感觉啦，差遮济安尼。这安怎有这种差别？你非盈利的，伊嘛爱真考察。你老园长，你先甲人讲。半工一届。半工落来一摆，考察啥物项目？哦，足多呢，有你课程啊，你环境啊，你师资啊，然后你用的钱啊，会计迄部分啊，然后有讲袂了呢吼，真正是讲吼，老师真正伫反映你的迄种部分吼，迄种要考察的物件，像足多的，看到足油的啦，嘿，看迄种私立的无共，私立5档一届，阮私立的5档一摆，对。若准公共化的，伊个等于私立的，伊等于私立的，但是伊搁摕政府的钱，嘿，但是伊5档一摆，就是我幼稚园的评鉴就是5档一届啦，大家拢爱，但是阮搁加半档一届，费用你搁加半档一届，安尼就无公平，咧社会真无公平呢吼。嘿，逐工定来你互检查。李师，你感觉这个代志，因为阮有看到一篇文章吼，是柯文忠先生所写的吼，伊嘛是讲这个吼，政府提出准公幼的怪兽，吼，会侵蚀各界多年来在专业幼教付出的努力，就是咧讲这准公共化。咱就讲到一个重点啊，伊摕到政府的钱，因这非盈利的。半档来检查一摆，是安怎准公共化5档才检查一摆？因为政府要杀量啊，因为我希望这个量较紧会当增加，会当解决民众想要家囡仔送托的这个需求嘛。用一个上方便的方法，就是准公共化，伊的民族遮尔啊长，遮尔啊复杂，其实讲一个较简单的，就是政府补助。家长较济的学费去读私立的幼稚园安尼尔，只是讲这个补助的钱直接就伫幼稚园，唔免经过升查，看费用你就差别就伫咧遮。吼，伊嘛是5档较升查一笔。意思，你这豆豆讲互观众朋友听，看安尼有合理无？就本队是政府的钱，政府的预算，钱本来是要补贴予家长去读这个私立的学校，是但是这个钱即马直接跳过家长，直接去予这个私立的幼稚园，讲恁叫做准公共化，对，但是恁也是甲私立的幼稚园同款，5档检查一届，对，是这个意思。是啊，伊犯啥物？有违法的事件，嘛无一定会会互地方政府提出啦，因为伊无即个标准，教育部无即个标准嘛，所以伊是一个。这第2项哦，你讲教育部无即个标准，讲你犯到啥物错，犯到啥物你食一个黄牌，你食一个红牌，2张黄牌你就食一个红牌。都无明确的标准，拢无。以地方政府来判断。教授，咱这个幼保法，还是讲咱的这个基础这个教育内面，拢无任何法令通规范，还是行政规定通来规范吗？
阮的规范敢若讲，对老师的资格嘛，吼，又教保人员服务条例，吼，啊又照法一寡设备，吼安尼，吼，啊你若讲伊犯着啥物错，吼，那么讲咱大胆咪讲，咱5年评鉴一届对嘛，对无？评鉴也无过，搁评鉴一届就好啊。哦，啊，这简单哦。啊，系啊，暂时袂安那，嘿。暂时袂安那。哦，所以观众朋友爱来评查讲，你若是要找你厝里吼，你的囡仔要去读册时阵，你就要注意吼。这个准公共化，咱毋是讲伊绝对歹，吼，伊只是在政府的部门当中，即马无这个监督的这个机制，咱是安尼讲。确实哦。谢谢啊，这边来补救呢，事实上，咱来看，这个量真大呢，1859间哦。对。吼，这个是几档之间所变出来，1800多间。应该是差不多4档吧，3、4档。3、4档之间就变遮侪间出来。对。嘿，3、4档的期间。对。老师啊，这咱要呼吁政府要安来做啥物改进？政府上重要爱检查啦，我会记得第1年你推这个准公共的时阵吼，真侪私立的幼稚园哦，拢唔敢加入，惊做去用检查，惊做去用评鉴，吼，所以因拢伫观望。到观望了，第1年足侪人加入的，啊会去食好到小报啊，这真好，有补助，啊佫无安怎，啊第2年、第3年愈来愈侪，有补助佫无安怎，有补助佫无安怎吼，即咱。教育部这个官员，咱就要注意听哦。这有补助我无安怎哦，啊，这食好到手报。所以4、5档进之来，3、4档尔。3、4档之来变做1859间。我上惊以后了吼，私立拢变到这啊。哦，但是咱啊，事实上咱来想吼，譬如讲以我做一个家长的这立场来讲，那突然间减到这个1859间，减一半去。哇！啊，就真侪家长就讲，我就找无学校通好读，敢有这种情形的发生呢？郭理事，我感觉是应该是讲安尼讲，就是讲要互到底家长的需求是安那？吼，这是政府应该爱去解决的。啊，毋过这个解决的方法应该是爱对的方法，毋是用一个上底部的方法去解决。安尼其实品质嘛无好嘛，其实准公共化的品质，按伫伊开始公共电视，还是讲迄落啥亲子天下，其实拢有啊，拢有伊的统计啊，伊的违法的迄落啥，伊的比例足悬，比例足悬的嘛，对啊，所以变成讲政府补助了遮私立的，到底会当解决遮个代志无？那准备当解决这个代志，其实政府就是爱慢慢啊来，慢慢啊去增加这个公共化的幼稚园。其实即马政府甲足侪钱拨过伫咧准公共化，啊嘛一定爱有人去做准公共化，啊伊这拢会排挤到公共化其他像非营利幼稚园，还是公立幼稚园的设立的人手啊，还是讲伊的预算啊，对吧？所以我感觉是政府应该是爱回归转来。去慢慢来去设立这个公立的幼稚园。那伊即马遮的准公共化幼稚园，应该是爱设一个时间，互伊慢慢有一个落日条款，啊慢慢就过渡去安尼。我感觉是安尼的方法啦。就是讲准公共化这寡托儿幼儿园，应该爱开始出现新早的这个办法。对，这头一站吼，像无爱甲恁非营利的共款嘛，大家共款拢。我开店做生意本来就是爱，尤其摕到政府的这个预算的，哦，本队就是安尼，吼，这个天公地道啦，吼，这头一个。第2个是关于到这个老师的这个薪水的问题。老师的薪水的问题，非盈利的，咱头下看到这张表，哦，老师算作有较合理啦，但是私立的敢有通摕较侪钱？园长，私立的敢有通摕较侪钱？你唔知？我以前大过无遮济啦。哦，你讲啊真保守。伊就用最低薪资率来算啦，然后甲你加寡人头费啊，看你带几个囡仔，带你加起安尼啦。哦，算作你招偌侪学生。嘿啦。
啊，互你空面上的概念安尼。对啊，所以你1比15，都有可能讲吼会使害你的薪水会使增加偌济，所以有当时老师不得已得爱增加做侪囡仔伫个班上，啊，可是压力就足大的。对。所以讲到底，就是非即个公共化的、即个准公共化的、即个幼儿园，就是必须爱接受到国家的即个审查，爱考核，才会知影讲你半年你有改进啥物物件，啊，而且要有倒台制度，哦，像他理事所讲的，就要有落日条款，哦，你当时你若无改善，你就爱退场，安尼教授。啊，佫有啥物政策？啥物？因为咱看到即张吼，即个政府教保甲幼教服务的措施吼，即马其实是看起来咱做家长吼，若无讲真理解的人，咱讲哦，政府做了足济啊，吼，提供教学的名额47万个啊，哦，公共的25万外，啊，准公共的21万4啊，哦，第一胎吼，对2022年8月开始。公立的1000块，非营利的2000块，准公共的3000块，每个月啊纳费的，这是天花板啊！啊，过来公共化的托育的人员，起薪28000，变做3万。咱睇新闻就开始就讲，准公共的托婴的中心的人员吼，28000变做29000，起薪啊三个这个基骨啊，变做3万块、3万3、3万6，这敢有合理？应该讲啦吼，政府即摆做的就是吼降低咱家长的学费的负担尔。但是问题是，咱拢知影即摆囡仔少啊，但是囡仔每一个拢是宝啊，所以咧品质是上重要的啊。老师佫讲了一个重点啊，毋是干那钱啊尔啦，啊品质也较重要。嘿。啊，如何要顾家即个品质？你互老师钱，或者是互家长补贴之外，家长上关心的是，阮囡仔去到遐有学好无？啊，有学到啥物物件？品质是啥物？哦，这个品质吼，讲起来实在是，家长想要爱的品质，吼，伊可能是爱时间久啊，学真济啊，吼，老师有老师爱的品质，吼啊，囡仔有囡仔爱的品质，阮教授有教授讲的品质。4种品质吼，讲起来拢无啥共。不要紧，教授你先讲你教授的品质，我才请这个老师现场来讲你的品质。好，我若讲吼，伊的来看吼，品质有2种，一种是咱来讲的软体甲硬体啊。品质有2种哦哈。一种来讲硬体好啊啦，设备。设备安怎看咧？毋是看迄有迄溜滑梯哦，毋是哦，安全啊天然，囡仔有真大的空间通走通耍。入去教室了后，教室毋是空空，干那倒啊甲椅仔尔，呀倒啊甲椅仔的话，逐工迄囡仔拢爱看老师，足无聊的。所以教室应该有足侪的教具通互囡仔耍，而且迄教具的品质拢足好的，毋是塑胶做的。吼，安尼，啊，过来当然是老师的师资啦，吼。啊，再老师的师资个，我讲个软体来讲，老师的师资啊，吼，啊要看咧，老师定会有物件等于互家长看嘛，有2种。一种是家长看老师打鼓，啊，每一个人拢打鼓，每一家人拢打鼓，迄个无意义啊嘛，对无？啊，咱爱的是囡仔有家己的想法啦，所以伊也等伊的作品，互你感觉讲哦，那遮尔济，等下了作高讲话，作高讲故事，互你听的。啊，你感觉这个囡仔等下了嘛，变甲作高甲人沟通的，嘛真高讲，啊那情绪嘛做好的，重点是吼，逐工拢做爱去幼稚园的，这个是一间幼稚园好的品质，安尼。哦，这就是教授的标准，应该是嘿啊。教授的标准，啊，若是园长你的标准呢？那好的幼稚园呢？安尼讲好啊，就是讲吼，其实吼，大家囡仔发展拢无啥共，啊，你无法度用一个同一个标准来看大家囡仔，所以老师的角色就最重要，你着迄伫了，一个踏入要好好开始，就是一下学的开始啊。啊，老师就要开始观察伊哦，伊可能有啥物物件，可能哦，跟能力较弱一点点，老师可能得要用寡时间去来训练一下，讲吼啊，可能袂晓扭抹布啊，可是伊得要透过平常的这种训练，得要开始就练习一下。好，例如说吼，吃完午餐，吼，食了啊，甲伊佚佗啊，啊，甲伊佚佗毋是安尼教尔，你得甲伊安怎用抹布啊、洗啦、拧啊、安怎回转啊，啊，所以变成讲吼，老师吼都像一个妈妈的角色共款。可是吼，变成讲吼，这妈妈的角色吼，毋是讲吼我教伊做啥，是讲吼害伊安怎做，吼，教伊方法害伊安尼做。对啊，所以吼变成讲吼，这个老师吼，我拢讲吼，现场的老师最重要的。
因为吼你讲的一句话，拢影响大家囡仔的种看法。然后有当时你会讲吼，你安尼做到位哦，大家鼓励一下。开始有当时吼，你会感觉标准伤悬的老师，家长你讲，你家做安尼，别个囡仔袂安尼做，先你做安尼，可是对我来讲，这就是伊的学习啊。伊的过程就是无共款，尊重伊的囡仔的过程。所以变讲吼，阮的标准是讲吼，希望讲吼。毋是讲吼会晓学报泡沫，会晓写数字，就是会晓。我拢感觉吼，迄吼当礼拜吼你的脑袋的这种认知还是成熟，迄拢会晓。可是暂时你的能力无啥够，吼，生活自理能力无好，还是沟通能力无好的时阵，按这个时间就是还达到代价。一个过程了后，我感觉吼，这比上国小了后较重要。因为国小老师就是在教你迄认知的部分啊，可是你的生活自理能力，你的人与人的互动袂晓的时阵，你到迄当中个学得袂赴啊。对，所以迄是一个生活日常中的学习啦，对，所以我可能看教学的种无啥讲。就是老师现场看就是囡仔，那好老师就是爱生活自理的这个能力，尊重孩子的个别差异啦。尊重个别的差异。对。吼，袂当讲大家拢爱平坐讲你我隔壁的人学到遮现在恁兜的囡仔联络簿顶头就甲你写，爸母就烦恼。讲这恁兜的囡仔，人拢会晓讲话，你拢袂晓讲话。而且我感觉吼，囡仔正常化教学应该安尼讲啊，讲吼，因为你暂时你手就无力，囡仔的发展就还袂够遐，你就叫写字，伊摆愈写愈差啊。对啊，你安尼就无好啊。所以你讲吼，大家囡仔的种生活自理能力，然后伊发展不一样，所以就变成讲吼，老师的角色就最重要，因为伊要观察。是，咱头仔吼一路对准公共化甲非盈利。互大家来参考，互大家来选择，而且要安怎选好的老师，选好的这个幼儿园。但是呢，存在着政府吼，这个盲点，就是讲，咱互大家钱，互家长补助，而且呢大力来推散。但是呢，我是感觉讲，咱头仔郭理事也讲，真侪所在是无条文，而且无审查的这个制度。理事上后尾你还佫有啥物对着政府有啥物建议？讲咱来赶紧来推散，而且讲，头拄仔你有讲着讲，无一定爱真赶紧来创啥物，啥物来做优先，这个优先的顺序是啥物？我回应因哪只认为咧讲的这个专业，还是啥物叫做好的老师的专业，爱伫啥物的环境会当发挥，这是上重要的。就是讲老师的专业，啊，准伫歹的环境。是袂当发挥嘛，就像高雄爱河啊，你安那啊，准伊的环境是歹的，你甲伊定啥物好的鱼仔落去，伊嘛是会死去，对。所以对工会来讲，就是讲老师的专业袂当发挥，就是要有一个友善的迄个环境互伊。那这友善的环境，就会互伊有正向的发展嘛。伊自然就会对囡仔是好的嘛。这上面叫友善的环境，就是爱对老师好啊，对囡仔好啊。那对老师好和囡仔好，其实你也准讲，安尼整体的台湾的幼稚园的环境拢是私立的，这个代志就做袂到。因为私立的拢是以利润为主，伊无可能像非营利幼稚园安尼，伊会当70%的学费去互老师在做伊的迄个薪水嘛。伊会当会50%一定算袂歹啊，所以我感觉政府伊上爱做的，就是爱转来，伊袂当佮甲伊的金钱，还是甲伊的资源拢放伫咧准公共化，爱转来真正的公共化去发展。OECD 国家伊的会员国嘛，也咧讲嘛，因就是爱要求就是70%的迄个公共化的幼稚园。敢若会当有30%的私立的幼稚园，安尼，你即个物件，还阁来看第二项，就讲，安怎的幼稚园要安怎设，有普遍无？就像你咧讲的，有普遍无？毋是讲，即马就是有学校有空间，我就设；有学校有空间，我就设。结果变成足侪非营利幼稚园规个拢缩伫咧遐，毋是讲伊有咧评估讲，我倒伊去较有较需要的。所以我感觉政府应该去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即摆非立幼稚园的设，你要设的过程了，爱去评估到底需要的所在有倒位所在一定伤过济啊。那所以我应该袂当去设立这个所在，所以这较会普遍化，安尼民众较要用的时阵较会
较会进变嘛，较会紧，爱用会到，较袂感觉讲规个拢伫咧遮，结果变成讲遮个回应率还是公率咧。所以这新闻造出来讲啊，真侪公立的是要找招无学生。对。那想讲照你讲，应该公立的应该是大家都排班排甲排，像我就讲哦，那遮拢无人咧招。啊，阮的囡仔就遐尔，对，啊个足远的对，嘿。对于来讲就无迄个进变的无就近啦，社区的概念，无社区的概念对，无社区。每一个社区，尤其是每一个县市的经营嘛无共款的哦。对，吼，尤其像李叔恁伫屏东嘛。嘿，屏东高雄的经营，甲湘北市可能嘛无共款哦。会差足济。安怎讲呢？你讲互大家因小可理解。距离都无相共啊。哦，安屏东市，吼，安伫屏东市摊出来，佮有足济庄卡的所在嘛。啊，所以遮个所在可能伊，比如讲伊有足济部落，啊部落私立的无可能去部落啊。啊，非营利幼儿园伫咧部落，嘛无可能会当支撑伊。人数伤少嘛，对，人数伤少啊。那这边要解决？对，政府就爱去开较侪钱啊，伊设立一个比可能像非营利幼儿园较悬的成本，毋过伊是较少的囡仔会当入去的所在，就是按即摆咧讲的教保中心这个物件，就是讲伊伫咧偏乡，吼啊，你得爱设立一个，你可能爱成本较悬的，问题你袂当去考虑你的成本嘛。对啊，啊，你政府就爱去摕较侪迄落啥资源入去遮个偏乡，毋是想讲咱即满拢是甲资源拢放伫咧都市，咱拢是用成本咧算嘛，政府咧开遮个钱嘛是用成本咧算啊。咱甲观众朋友想要提醒一项代志吼，凡是着国家的即个教育吼，在教育兴学，而且做学校吼，其实伊毋是定义叫做盈利事业哦，吼，伊是算做兴学，伊免缴税。所以呢，伊唔是即个盈利事业，伊必须爱接受到即个国家法令或者是预算，或者是讲监督，伊这个是应该的嘛，吼，所以伊必定有某种即个公共性，所以你说这是毋是这个意思？是啊，你的公共性就是讲，你应该是爱互无相共的所在、无相共的家庭，互你爱甲伊的迄种。甲遮个彼此的迄种托育的资源，甲拉近，毋是讲互遮无相共的家庭，还是无相共所在托育资源愈差别上大，对，差别上大。毕竟讲伫咧都市的拢有较侪资源，伫咧庄卡就无资源啦，这就是毋对啊。上下尾一下时间吼，请教授来讲啊，关于着即个教育权吼，即禁用性吼，敢用电用水。吼，啊，甲一般即个基础建设基础的即个建设共款，教育权尤其在即个2岁到6岁吼，即个学龄进程，国家即摆除了卖敢若提钱以外，啊有啥物上重要？比如讲明仔载就开始要做，应该先做啥物？冰干吗？冰干，准公共的冰干。准公共的冰干。嘿，过来就是当然啦，阮大家讲品质从师资面顶。教学设备面顶，遮面顶拢爱要求啦。因为即摆差别真大，有人会使付足低的薪水，有人会使付足悬的薪水啊。啊，内底会使教室空空啊，有的会使教室足满的啊。但是我发现有一寡教室足满，伊毋是讲收费真悬咯。吼，所以伊偌济钱用伫倒位，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一间幼稚园伊摕这学费了，偌济钱用伫倒，我感觉马上爱采取行动啦，吼。嘿。伊费用率1块5仙拢爱互检查，你看伊1块月面吼，老师，哦，唔对，互你上下尾去讲一下吼，为恁的即个老师群来发声，为恁的非营利来发声。讲实在，我是希望政府会使降低师生比啦，因为暂时1:15讲还是真正足多的。你一个家长你带一个囡仔、2个囡仔都挡袂掉。学校就要更较济哦。所以你得爱种推动你公共化的迄种学校啊，所以吼，暂时因为阮老师的迄种一人攀15个，真系压力足大的。因为暂时吼，你想讲你一个家长1个2个都挡袂掉啊。我老师要讲所以当郭理事长讲的，要有好的品质，就是老师你要有好的迄种心情来上班，你得自然对你囡仔足好的，特别有迄种欺负囡仔还是啥物会代志发生。对，所以变讲，我希望政府会使降低师生比。看1:12嘛袂歹，
唔免吼老师压力遮大着。算做逐步来降低啦。对啦。你一岁要降到1:8，可能也无可能。迄可能无法度啦。啊1:12，我们要求足多。1:12。对。哦，啊那但是都要开班哦，加开班哦。啊，所以所以暂时的政府的爱开始慢慢的推动的，像郭理事长讲，唔免伤急，你得爱品质够啊好，啊你1:12了后，你会有这数据了，因为这样公幼变少啊，人无要去读嘛，啊你得要降低师生比了，人大概就去达到入去啊。我感觉上重啊，民众吼，父母啊，家己也有这个认识，啥物是好的，啥物是歹的，啊啥物是对这个处理上好，对恁囝儿是谁也上好。对啦。啊，落去选择吼，这才有政府才有这个压力。对。感谢。